新闻一开始，咱先继续来关心金华城这个案，要继续伫咧探。民众党主席郭文德甲前副市长彭金星涉嫌贩收乌西钱甲道理等等的罪嫌，去互升压禁见。因为检方的举证无法度认定郭文德犯罪嫌疑重大，所以台北地方法院透早是裁定郭文德无报请回，也那彭金星是羁押禁见。郭文德伫透早3点外行出地方法院，看到是真忝。伫支持者的包围之下，伊讲这2天是受尽压迫甲凌迟。伊嘛强调讲，伊并无介入金华城用这类的代志。近两位民众大声欢呼，郭文德的看守陈佩琪总算放心，激动甲流目屎。甲民众党的立委黄珊珊等主要干部，大家揽做伙。透早3点外，郭文德行出地基，看起来正忝，表情正严肃。现场的小组心情拢正激动。不要分了！现场有淡薄混乱，郭文德感谢支持者的等待，也积极司法单位若是感觉有问题，会当甲伊传讯，无需要一透早出动搜查台湾主要在野党主席的徛家加党部办公室。无法理解他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他们在搜索的时候查扣手机跟用品，再拿里面的资料去编故事，在这2天当中，可以说是极尽压迫跟凌虐。郭文德讲，自检察官这2天的方式，已经知影因的态度明确，也感谢法官将所有压力拢打起来，强调伊无干预金华城案。所有的金华城840%的容积率，840% 容积率，其实当年在送公开展览以后，再转送都委会，做都市计划委员会以后，我完全没有去过问，因为作为市长不应当去过问单一个案。法院表示，郭文德并不是都委会参加会议的人员，本身也无相关专业，伊主张信赖专业性，而且多数决的都委会决议。检察官的举证无法度认定郭文德犯罪嫌疑重大，所以裁定无报请回，会当告控告。民众党时发声明，讲会为捍卫郭文德的清白奋战到底。不过案件也未结束，北检将会提控告郭文德被指控的几多件案件，也拢已经开始侦办。记者综合报道。